辉达的股价落，美股的四大指数嘛拢落，连带今仔日台股开盘就落超过300点，上价落到22010点。包括台积电、鸿海、甲广达这股价拢落超过2%，也有金融股的中信金、大新金、甲新光金嘛拢青顺顺。拜四台股开盘后，投资人心肝拢冷起，早盘抬超过300点，上价来到22010点。专家分析，这是因为拜三辉达财报公布，暗过股价落价，美国股市四大指数连带受到波动。财测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市场预期更高标准的情况之下，引发了一些这个获利的一个卖压。那短线呢，就等获利卖压消化完，那这个时间可长可短。详细看辉达相关概念股，像讲台积电、鸿海，还有广达，落价幅度拢超过2%，规片是青顺顺。宽宏台积电开盘落22块，来到942块，次贷是求水，剩代票24.42条块，影响大盘178点。就连人工智慧族群，像讲技嘉还有伟创，嘛大部分拢有较落。另外，伫金融类股的部分，大新金甲中信金并要收购新光金，暗过新光金最后要对象也唔知。这三间股价惊势拢是落价，尤其是大新金落价幅度上大，超过2%。我们是认为说有一点点的关系，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，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下，像是今天龙头股富邦金啦，或者是国泰金，那其实他们的走势都还算是稳定。金融股倒是还是可以继续观察的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悲观。分析师认为，若是日九的股价一旦开价走悬，安尼大盘可能就是一天的效应。万一是今仔日、明仔载2天股价拢连续收乌，恐惊短期间内，也就是一直到9月初，大盘恐惊拢是起落整理的势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